真感谢桂圆的师傅，我甲你讲，伊是客家人，讲台湾话真忝，我知影。已经真拍拼，因先生甲我讲，伊练几礼拜呢，比我较厉害。我讲座嘛无练几礼拜呢，真正真感谢你，真感谢。我真感谢大家拢欢喜安尼参加。像我今日圣歌队练习遐尼侪人，真正是足好的气氛哦。人无济，毋过气氛袂甲咱歹哦。咱真感谢上帝，咱来参加祈祷。拜上帝伫即个中秋节的主日，阮孝念阮的主，徛如入圣城这样代志。阮深思伊即个时阵的心境，一定是真艰苦，一定为着伊所要面对的内心的挣扎，主阮对今仔日阮所要三甲分享即个故事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体贴你的听，搁较知影你为着听阮，找你的独生囝，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伊感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中秋节的主日吼，叫做 Palm Sunday， 有真侪人讲即个 Passion Sunday， 因为对今仔日开始一礼拜久是受难周，咱全世界基督徒拢伫纪念，这是耶稣伫世间上尾一礼拜，上尾一礼拜。四本福音书拢总有记耶稣入圣城这样代志。这四本福音书拢总有记的物件无济，这个是中间的一个。而且四本福音书拢用足济，因的福音书足济的部分，拢总伫写这个上尾礼拜。约翰，即马咱拢伫看约翰这本册，约翰用差不多一半。拢总21章，内底10章是伫讲上尾即礼拜的代志。马太用2/5写上尾即礼拜，马可用3/5，路加用1/3。所以咱会当知影讲，即礼拜对写福音书的人来看是非常要紧。咱会使讲。即礼拜是改变人类的一礼拜，这是在改变你我咱大家人类的历史的一礼拜啊！但要讲这样代志以前，咱今仔日对12章的第19读到第19节，我知影有较长，总是伫迄个咱读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耶稣来要去入耶路撒冷，迄个背景咱会当看到。咱拄仔有听过啊吼，我安尼真简单讲吼，咱小可回忆拄仔咱所听的圣经吼，耶稣互列撒罗搁活这样代志吼，真正互耶稣的名声透行声，毋是耶稣的名声尔嘛，列撒罗嘛是，伫圣约翰伫12章中遐有讲，真侪人去哦，毋但要看耶稣，嘛要看列撒罗。我这对死了搁活这个列撒罗是生出什么款的人？所以因真出名照咱读今仔日的圣经哦，耶稣和列撒罗搁活了，伊敢若有离开伯大尼，有离开去倒遐，咱毋知，伊有离开，因为伫迄个伫迄个第1节到第3节，迄个约翰讲耶稣伫搬过节前的6日前去伯大尼，所以伊有离开，搁倒转来。这是伊互列撒罗搁活了头一摆转来，哇！你会当想象马大甲马利迄2个阿姐吼，甲列撒罗一定是拢足感谢的。咱看人因办道请耶稣，马大一定煮大顿的请的。玛利亚咧，玛利亚摕一罐香油去甲耶稣抹骹。用头毛甲伊切，迄是
无人随便做这个代志。迄香又是足贵的物件。啊，一个插曲是犹大伫遐讲无采人的钱，迄若卖300块会当去真济种用做。啊，约翰甲咱讲吼，这个犹大是假鬼假怪啦，伊会贪污的啦，伊会动用公款的吼。这犹大，迄个约翰伫遮顺续骂犹大一个，互咱听吼。过去吼，伫第7节甲第8节，耶稣讲即句话出来，竟然拢无人问啦。耶稣讲：你毋通甲伊动，讲玛利亚所做的啥，是要为着我的埋葬做准备。伊咧讲死的代志呢，伊咧讲死的，啊，这竟然无人问呢。你若伫遐，你敢袂讲？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我云啊，要讲你死的代志，这吼无人问讲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啊，这时头，甲真侪人，我讲真侪人要去看耶稣路，要看耶稣，受到威胁的遐宗教领袖，犹太宗教领袖，因感觉大家为着安尼，拢去信耶稣，要去对耶稣，因感觉受威胁。啊，因本来真早就想要杀耶稣，即摆看咧吼，含耶稣路顺续要杀。我顶礼拜有讲吼。阮爸讲耶稣路，互耶稣，互伊国活，拢无甲耶稣感谢。我是咧讲笑的吼。有影伊国活了吼，颠倒真废气呢，真正变做这个。我直接咧讲，这是要讲，互咱知影，伫即款情势、即款气氛的下面咯，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，这是真冒险的代志呢。伊讲到伊公开讲伊死的代志，啊，搁伫遐骑驴入圣城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咱逐年拢在听这个故事，可能爱听一个就过。总之，你深深甲想，这个背景互咱看，这是非常有决心的代志的。公开入去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讲哦，人惊出名，猪惊肥。你捌听这句话吼？耶稣即阵啊足出名呢，人出名吼，目标就大。伊咧创啥，大家拢咧看。约翰讲哦，耶稣对伯大尼出来要去耶路撒冷，要伫路行的时，伊讲有一大堆人出来迎旨。耶稣还未到耶路撒冷哦。啊！因出来迎旨，耶稣照约翰讲的吼，因就开始发和散那这个代志，吼。啊，讲啊，第14节讲耶稣看到一只驴仔，伊就爬起去骑。我吼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有去比较4本福音书写的吼。老实讲，约翰写的吼，敢若较，我感觉较无合理啦。因为3本福音书写的吼同款，因讲吼，耶稣行到对迄个山顶落来了，要到位的时，要到耶路撒冷的时，吩咐因2个学生，啥人无讲，干那2个学生，叫因去迄个砖头内底，讲你入去哦，会看到一只驴仔伏伫遐，你甲牵来互我。啊，若有人甲恁问讲，啊，恁是安怎甲我牵驴啊？你甲伊讲主要用伊，啊，伊就会互你牵来。这2个学生哦，照耶稣所讲的，去要牵伊只驴啊，真正有人问讲，啊，这你是安怎要甲阮牵这只驴啊？伊讲主要用伊，啊，迄个人互伊牵来。我耶稣牵来后，耶稣了，耶稣骑去驴仔顶头。人才开始画和山啊，我感觉这3本福音书写的较合情理啊，毋是讲约翰讲袂啊，我感觉约翰迄顺序有小可乱去吼。我即马咱
关于即个代志吼，咱来看即只儒仔的代志吼，我要甲咱三甲想，即两个学生要去看伊只儒仔。儒仔是迄个时阵人的交通工具啦，甲咱的车同款啦。这甲耶稣讲吼，恁入去车遐吼，遐有一台车伫遐吼，你甲驶来，若有甲你问甲什物，你是安怎驶我的车？甲讲主要用伊，你敢若即个儒仔的代志吼，你甲想，这什物人安排即只儒仔？显然，即个儒仔主人捌耶稣。我看即个故事吼，我即个头壳黑白想，我相信即只儒仔是耶稣家己安排的。耶稣家己安排，事前就安排，一定事前就安排。啊无，哪有迄落安尼去讲主？迄个人敢袂讲主是啥物人？耶稣若无先去安排，伊敢袂讲是遮人，敢毋是会安尼？所以我在想吼，即只儒仔是耶稣家己安排。你知影耶稣几若摆人要扶伊做王，伊拢想。上出名的就是迄个变变5000人食到饱吼，了后因大家要扶伊做王。耶稣家己一个爬去山顶去祈祷，叫学生先坐船过去边，伊家己才行水面过去。恁知迄个故事嘛？耶稣人逐摆要叫伊做王，伊拢想。即摆伊家己去安排路啊，圣经无写啦。总是我感觉讲伊家己安排是真合理的代志。无可能安尼嘛？若无就是伊有叫人去安排即只路啊，嘛是伊挑工要徛路啊。所以徛路啊这项代志，毋是伊伫路边看到一只路啊就爬起去徛，毋是一定是伊安排好。这真要紧的关键，咱确定会搁倒转来讲即项代志吼。但伫遮吼，我要。甲咱对即个故事三角来看，咱来先看这群众，约翰讲有一大堆人出去欢迎耶稣，偌济人，圣经无写。毋过我用有一个一个犹太人的迄个历史学家，新约圣经学者用真济伊的物件，因为伊活伫耶稣迄个时代，写真济耶稣的代志，所以真济圣经学者摕即个人叫做 Josephus， 即个 Josephus 的物件摕来甲福音书伫遐对，因为真济 Josephus 所讲的福音书内底无的物件，互咱更较了解耶稣迄个时代的代志。Josephus 讲伫主后64年、65年到遐会搬假节搬假节一年一摆，逐所在犹太人拢来耶路撒冷。恁捌看到回教徒去美加伫遐去办迄足济差不多是迄款。伊讲伫主后60几年，迄是耶稣已经离开了60几年，有200多万的犹太人进入去耶路撒冷，伫遐伫庆祝搬假节。迄个数目老实讲，我有小可敢有可能甲遐尼济人？准讲无啦，是足济人，一定足济人。所以约翰讲有一大堆的人，偌大堆咱毋知，总是我想数目袂少。耶稣迄个时阵真出名，遐个人来伫迎接耶稣，因拢总举棕树枝，棕树枝是犹太人的迄个犹太民族的一个记号。这
甲犹太人耶稣迄个时阵的历史有一点仔关系。伫主前差不多160年，有2个兄弟啊，伊个叫做马加比，一个叫做Judas 马加比犹大，甲一个马加比西门，这2个兄弟啊，因带差不多是游击队，迄个像太平天国迄款诶，毋是做皇帝去做，就是招一寡人哦，去真正去拍倒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叙利亚的人。叙利亚的人因入来到耶路撒冷哦，将耶路撒冷的圣殿拢毁坏，用迄个饲猪的迄个水吼，用猪肉，你知影犹太人无食肉，用肉汤吼，摕去甲放伫迄个圣殿内底，迄是完全在侮辱犹太人。马加比2个兄弟吼，带一人竟然将这叙利亚人赶出去。这是耶稣出世的160年前发生的代志。因赢了后吼，规队要入去耶路撒冷。迄2个兄弟啊，拢总骑驴啊，甲耶稣同款，骑驴啊。逐个甲欢迎吼，因找无物件通欢迎，拢去做樟树枝。所以耶稣入耶路撒冷迄出吼，耶稣知影，一定知影这个历史。欢迎耶稣的人嘛知影这个历史。我拄仔讲，顶边以前人要安尼甲赢，要叫伊做王，伊拢闪。伊即马接受人安尼做，这是真大的改变，你知影无？这真大，咱较等下再过来讲这个代志。樟树枝这有特别的意思。因耶稣的是因画何山啊，因所画的上是伫诗篇118篇25节到26节。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出来吼，请咱大家看一下吼。这是因所画的何山啊吼，何山啊有的英文的圣经吼，翻做 Praise God， 阿罗上帝。何山啊有阿罗上帝的意思，不过何山啊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上帝啊，求你救阮，上帝啊，求你救阮。迄是拄这2节圣经，上主，阮求你，何山啊，求你该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互阮兴旺。过去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阮对上主一定祝福你。约翰所讲的吼，约翰所讲的是以色列的王应该受称赞。真正讲王，伫约翰所写的，真正讲耶稣是王。所以因看耶稣是要救因啥？对罗马人救因出来。因所在期待的弥赛亚，因看到这个耶稣吼，会过会惊心热呢。伊毋是敢有迄个会当号召呢的，伊过会惊心热，互猎杀路过话哦，这大代志。因愈看愈感觉，这个人就是弥赛亚，这个人应该来做咱的王。这个人来做王啦，咱就会赢过罗马。咱就即马搁伫搬过者耶路撒冷人遮尔济吼，即马若要来去革命是上好的时阵，因差不多是掠即个机会，毋通叫走去。即个人足要紧的，因举樟树枝欢迎耶稣。我拄仔讲，耶稣心内知影啦，耶稣心内知影啦。这个人出自民族的迄个民族的热情，因真正要赴伊做王，求你救阮。内底吼，
迄第25节啦，求你互阮兴旺。迄个兴旺哦，兴旺吼，巴克利翻做求你互阮发达，发达。这是咧讲物质上甲政治上的物件，这毋是咧讲灵性的物件。英文的圣经直接翻吼，互阮 prosperity 繁荣，互阮会经济会起飞啦。看到这个耶稣会变饼互5000人食，好啊！这个人来做王，咱的经济拢解决了吼。啊，佫变一寡饼啦，卖去外国吼，咱的经济就好起来，国民所得拢爬起来，会变经济。吼，啊，佫看伊的医病赶鬼，互死人过活，啊，全民健保都毋免啦，靠这个就好啊咧。敢毋是安尼？因看着讲这个耶稣，愈看愈成，这个来做王上好。因所底爱的是即款的王，因所底爱是即款的王。总是吼，无几日后吼，才会发河山啦。我毋敢讲所有的拢共款人，一部分一定有啦。几日后，得化解定十字架，原来是这个人。因看耶稣这甲你欢迎啊呢，这么热烈甲你欢迎，啊你竟然一点仔动作都无，啊上闹开，啊过几日啊去互掠去修理，互人掠去，啊你是咧创啥？啊阮要互阮兴旺，互阮发达，互阮繁荣，啊你若变安尼？因伫几日内底反对耶稣，耶稣毋是毋知影。耶稣若要利用迄个精势，伊会当做一寡代志哦。总是问咱来看耶稣，耶稣是安怎呢？我伫你若读约翰福音，咱有几啊摆读着，耶稣定定讲一句：我的时还未到。什么时？什么时？伫约翰福音段内底，耶稣伊的老母叫伊甲伊讲，迄落伫迦拿的婚姻讲酒无啊，吼！耶稣甲伊讲，这甲我什么关系？我的时还未到。甲因老母讲，我的时还未到。伊有讲即句话，吼！啊，伫第7章呀，吼，约翰讲吼，耶稣伫遐吼，真侪人本来想要甲掠，总是因无下手。因为伊的时还未到，别人要掠伊也毋掠伊吼，是看伊的时到还未，时还未到。你若去看，你若去12章搁看落去吼，12章搁看落去吼，耶稣吼入耶路撒冷了后吼，耶稣伫圣殿，耶稣伫遐讲一句话吼。讲一个迄落吼，第27节吼，第12章的27节，我无创出来，其实咧我读互恁听就好啦。耶稣伫咧圣殿，入耶路撒冷了，伊甲逐人讲：即阵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啥物？你想伊的心情？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啥？兼要讲，爸啊！救我脱出这个时刻，毋是伊家己讲啊，毋是，我是为着这个时刻才来。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耶稣真清楚迄个时刻，人要扶伊做王，人要叫伊创啥？我的时还未到。伊甲上帝中间迄个时刻吼。敢若伊知若定，伫即个时阵，伊用阮人野樟树枝、骑驴啊，用阮即个代志发生，伊感觉时要到。事实我拄仔有讲，
人用香油甲伊抹骹，伊讲这是咧背叛我的埋葬。伊真正知影迄个时候啊，只有伊甲上帝知。总是伊知影，世间人伊的同胞所期待伊做的王，甲上帝期待伊做的无共款，无共款。伫遮有足大的无共款。上帝找伊来世间，毋是要用即步的。骑驴啊，骑驴啊，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时代，罗马人、希腊人，因的王出巡是拢骑马，无人骑驴啊啦。驴啊，伫犹太人的迄个传统，王骑驴啊，特别是王要去甲百姓做伙时，拢骑驴啊。第一出名的咧，就是伫列王记第上卷第1章第33节，所罗门得要就任做皇帝，大必吩咐伊边的人，叫因着互所罗门骑伊的驴啊，大必家己的驴，大必破病伫面床顶袂当起来，袂当去参加伊的囝的就任式。伊吩咐人讲：恁着互伊骑我的驴啊去就任。驴啊什么意思？约翰甲马太拢总有提起撒加利先知撒加利亚讲的话。伊讲骑驴啊是和平的意思。王要去找百姓，伊毋免骑马，马是战争，马是征服的象征。驴啊真温顺，驴啊差不多是迄个时阵会毋若是交通工具，嘛是人做工的时咧用的。驴啊因用真济，驴啊袂真变面，总是驴啊驴啊，我去看，有去看淡薄仔驴啊。伊讲驴啊，人讲驴啊真顽固啦。总是驴啊若知影危险的所在你搁较安怎甲踢伊都袂去。伊若知影讲即个所在伊袂当行，伊绝对袂行。你敢知影去Grand Canyon 去Grand Canyon， 迄要对顶头落下骹Grand Canyon迄拢用驴啊咧，人拢用旅客咧骑驴啊呢，毋是骑马呢。因为驴啊伊知影头前的即条路会使过也袂使过，若袂当过，你搁安怎甲撞伊就袂当过，伊就毋行。伊若看会当行，较歹行伊就会行。这是驴的特性。耶稣骑驴啊，耶稣骑驴啊，伊即个代志发生的时，约翰伫第16章讲即个代志发生的时，因嘛毋知影啥物意思呢？耶稣骑驴啊，即项代志，伊伫遮第16节，伊的门徒原来未了解即项代志。毋过耶稣得到阳光的时，耶稣过活了后，因活倒转去看，因才知影圣经所记载这个代志发生伫耶稣的身上。这对这学生，耶稣的国话，互因目睭金，知影耶稣为什么骑驴啊？耶稣骑驴啊是和平，是谦卑。这甲罗马人、甲希腊人、遐外邦人，因若征服人拢是骑马，无共款。这是真有意思的一项代志。我拄仔有讲 Josephus 这个代志圣经内底无讲这啦，毋过 Josephus 有讲搬过节是耶稣是迄个咱的礼拜日啊，对犹太人讲是7日的头一日。
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拜六，搬假节是伫拜六，耶稣是拜五定4日的期吼。圣经定定写讲，犹太人因为搬假节要紧将耶稣的身尸甲处理掉，所以因会当过搬假节。理由就是伫遮啦。所以 Josephus 讲吼，上尾啊，迄个搬假节前啊，迄礼拜吼，规个耶路撒冷哦，毋是干那人真济，羊啊嘛足济，因为搬假节吼，所有的人拢爱杀一只羊啊献祭，啊因做伙食羊仔肉，因为羊仔的血吼，伫出来就是因杀摩西叫因着杀羊仔，用羊仔的血去创造门的，有迄个天使来才搬过，或者就搬假节 ，Passover 吼，都是羊仔，所以羊仔是替死的意思。为着迄个羊仔血，因毋免，因的大囝毋免死，所以犹太人因伫纪念搬假节时，拢杀一只羊仔。这甲美国人伫过感恩节时，拢杀火鸡共款。咱感恩节要到的时候 ，supermarket 火鸡足济。迄阵啊，还无冷冻诶，羊仔拢，所以讲哦，迄个要到搬假节的时候，迄个园的人赶足济羊仔入来卖啦。迄个时阵上好卖嘛，所以规个耶路撒冷吼，搬假节迄礼拜吼，四界拢是人，四界拢是羊仔。有一个我读到一个注解吼，有人将这羊仔是去替死呢，因为这羊仔流血，遐人毋免受到因的大囝毋免死，有替赎的意思。耶稣是上帝的羊羔，咱要听这句话。迄礼拜，规个耶路撒冷足济羊仔，拜五拢会互掠去杀。上帝的羊羔嘛，迄礼拜拜五去互钉死去。圣经内底无即个物件，总是你将即两项代志走做伙的时候，我呢有意思的代志。耶稣替咱死，甲这搬假节的羊仔，一项无共款。这羊仔，互人杀死了未搁活，耶稣互咱钉死了，3日后搁活，咱后日大家伫咧庆祝。耶稣无相款的哦。我今仔日的题目恁有注意到？我讲我是无相款的哦。耶稣无讲一句话，我是我写的，所以我创挂符，所以我毋是黑白讲。耶稣无讲一句话，总是耶稣的一生哦，是伊用的行为，用伊的性命，得甲咱讲，我是无相款的哦。我的王权甲世间无共款。伊甲彼得都讲，我的王国无属伫即个世间。耶稣用伊的生命互咱看，伊是无相款的王。伊毋是用嘴讲来听。我有经几啊节圣经节吼，我有创迄个 PowerPoint， 请你总裁吼。我去想着吼，恁捌听英语捌听着即本《The Servant King》，有一条歌，或者《The Servant King》是英语的吼。Servant King 吼，真济你去 Google 去找哦，拢翻做啥物仆人君王，仆人君王，君王仆人就君王仆人会互人想讲是君王的仆人啦。毋过仆人君王啊，我看到吼，这个翻了足水的，尊君义仆。尊君就是真尊贵的君王，义仆是欢喜甘愿做奴仆，就是这 servant king。这文言文翻了足水的，
烦恼足水，是王欢喜做奴仆。上界出名的，即则圣经是伫约翰甲雅各去甲耶稣讲：你的国来的时，互阮一个坐大边，一个正边，一个坐倒边。吼，遐个学生听着吼，就受气。互恁两个敢若要抢大位，阮10个要去倒？耶稣甲因教示，伊讲伊来即个世间的目的，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是要服侍人，甚至献家己的性命，赎回真济人。这是 Servant King。讲到 Servant King， 大家所有的注解内底上爱用的，就是哥罗基我讲，咱大家拢真熟的。约翰第13章，迄个耶稣甲学生洗骹，洗骹了，耶稣甲学生讲：我做主做老师，都甲恁洗骹，恁嘛着互相洗骹。我留好模样互恁，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。耶稣爱咱甲伊相反。做 Servant King， 做 Servant King。所以我今仔日第摆迄个我讲迄我是我讲的，总是伊真正是用伊的生命互咱看，伊是无相关的。若要讲这样代志吼，今仔日我相信这个礼拜日，真侪人在用腓立比第2章第50到51节。保罗所写的，咱拢常常在读。我想要请咱大家吼，咱来做伙读这5、6节的圣经，想迄个意思，做我这个讲道的结束。咱来做伙读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性质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人用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正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相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过万名的名号。安尼。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骹头有拢会跪拜，大家嘴拢会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上帝。阿门。咱来上下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阮真实的故事，搁一摆看深入看阮的主，伊徛路，明明知影头前会拄着陷害，犹豫为着要完成你所交代伊的使命，伊取奴仆的形状，做一个君王，犹豫欢喜做奴仆，为着阮感谢你，遗留这个模样互阮，求你帮助阮会晓学伊的模样，真正互相做 Servant King， 来互相服侍、互相交陪，做你的囝儿。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这个时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